人算不如天算。創世記13章10至17節。羅得舉目看見約旦河的全平原，直到瑣珥，都是滋潤的。那地在耶和華未滅所多瑪、蛾摩拉以先，如同耶和華的園子，也像埃及地。於是羅得選擇約旦河的全平原，往東遷移，他們就彼此分離了。亞伯蘭住在迦南地，羅得住在平原的城邑，漸漸挪移帳棚，直到所多瑪。所多瑪人在耶和華面前罪大惡極。羅得離別亞伯蘭以後，耶和華對亞伯蘭說：從你所在的地方，你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，凡你所看見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賜給你和你的後裔，直到永遠。我也要使你的後裔如同地上的塵沙那樣多。人若能數算地上的塵沙，才能數算你的後裔。你起來，縱橫走遍這地，因為我必把這地賜給你。羅得舉目睇見約旦河全平原嘅豐饒，就好似神嘅園子咁吸引人，就毫無猶豫咁樣選擇咗呢一片肉眼可以睇到嘅沃土，甚至漸漸靠近所多瑪呢個聖經明言罪大惡極嘅城市。羅得嘅選擇睇起上嚟好合理㗎，土地肥沃，資源充足，發展潛力無窮，呢個唔正正係每個人渴望嘅成功之道咩？然而佢睇唔到嘅卻係呢一片理想之地，最終會被硫磺同埋火焚燒。佢所拼命找住嘅利益，將會讓佢失去家庭、財產，甚至差啲連命都冇埋。相反呢，亞伯蘭睇嚟好似蝕底咗，佢將選擇權讓咗俾個侄，自己留喺睇嚟好似荒蕪嘅迦南地。但當羅得離開咗之後，上帝卻對佢講：舉目向東西南北觀看，凡你所見的一切地，我都要賜給你。原來當人願意放低自己規劃嘅藍圖，上主先至能夠展開佢超乎所想所求嘅計劃。我哋好似羅得嘅，以為隨心所欲就係最自由、最幸福嘅事，但係聖經卻話俾我哋聽，亞伯蘭因為唔爭唔搶，因為克制等候，神俾佢領受更加廣闊嘅應許。羅得因為放縱、隨心同埋貪圖眼前嘅利益，以致陷入屬靈同埋生活上嚴重嘅危機。下一次，當我哋面對職場上、教會入邊，甚至屋企入邊大大小小嘅選擇嘅時候，包括咗嗰啲有冇着數啊？邊個要俾多啲啊？會唔會蝕底啊？嘅時候，我哋都要安靜禱告，讓上主掌管我哋嘅心思意念，唔好隨住自己一時之快，但求天父引領供應。